兄弟姊妹大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4月初1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雅歌书第5章第9节到第6章第3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割腕的见证。在犹太人的婚约的中间有一个交杯的仪式，迄表示双方同意着这门的婚事。而且用酒来代表双方来立约定，这就是基督教会守圣餐这个杯深刻的意思。透过领受圣礼典的杯，咱领受着耶稣基督听咱到底的这个约。敢若亲像保罗伫以弗所书第5章讲到着夫妇的关系，遐甲本分的时阵，伊讲着这个某都爱顺服丈夫，亲像顺服主。佮讲，迄个丈夫着爱听家己的某来亲像耶稣基督听教会为着教会来牺牲性命。雅歌书第5章第9节到第6章第3节来讲着男女中间一亲密甲爱情的这个关系。你这个查某囡仔中上水的你亲爱，比别人亲爱有啥物好较好？你亲爱比别人亲爱有啥物较好？但你愿答应你的要求，我亲爱的英俊佮勇壮是别人中间第一。伊的头壳若纯金，伊的头毛盐佮球乌亲像乌鸦，伊的目睭亲像赶伫溪边歇伫溪边的粉鸟，用泥洗过，亲像宝石安置好势。伊的翅膀亲像花园清出的香味，伊的喙唇亲像百合花，滴落真香的蜜液。伊的双手亲像金的管轻青玉，伊的身躯亲像光骨的象牙轻拿宝石。伊的双脚亲像大理石的条，安置伫纯金的座。伊的体格雄伟亲像黎巴嫩，水佮亲像香碧树。伊的喙真甜，人人喜爱。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伊就是我亲爱的，是我的爱人。第6章第1节，你这个查某囡仔中上水的，你亲爱的去倒位？你亲爱的活倒转去倒位？阮通甲你做伙去找。我亲爱的落去伊的园，去庆祝香味的花园，伫伊的园内饲羊，各挽百合花。我属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嘛属我。伊伫百合花中间咧饲羊。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培训中间见证割腕的主，佮摕到主耶稣基督割腕了后，温度来显现的事，这就是割腕的见证。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到11节因为主耶稣基督教导咱彼此的相听来见证，咱是属基督的。兄弟姊妹，我甲恁提醒，我传互恁的福音，恁有接受。嘛用这个信仰的基础，恁若有坚守我所传的信息，毋是空信，就会靠这个福音来得救。我已经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来传互恁，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埋葬，佮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中间割腕。伊有对迄个显现，佮对12个使徒显现。后来伊搁一摆对500外个兄弟显现。遐个人有诶已经死，毋过大部分诶人还活着。后来又对雅各显现，佮对所有诶使徒显现。最后伊嘛着对我一个哪准无够月就出世诶人来显现。我是使徒中上微细，未堪得称做使徒，因为我捌迫害上帝的教会。毋过上帝的恩典才有今仔日的我，
伊使互我的稳定无落空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其实毋是我家己，是上帝的稳定甲我同在。所以无论是我还是因，这是阮所传的，恁已经有得信的。显然是耶稣基督给我的见证，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记号。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毋过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生命。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告诉我应该得的份业，你将上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迷是我的心指点我不时感受上帝的同在，伊伫我的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肉体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嘛袂互你忠诚的子民落去深渊。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恳求听阮的主用圣神来恩怨显，互阮的人来得到救恩，正做主所呼召的对象，亲像使徒，亲像保罗，亲像这信仰前辈同款，互阮正做耶稣基督给我的见证。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